保养术款，后上太上工，有吧大家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股，乡下的老后生人大追股。今日要讲嘛嘅咧，喺人生当中，一定会经过生死离别。尤其係死亡嗬，一定會經過，因為冇可能有一生人長生不老。唔過樣板來面對死亡，係你同時要面對嘅問題嗬。咁樣你有請到50後生人老大家向下來討論樣板面對用乜嘅心態來面對死亡，眾上分享。首先有請到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對自家嘅高片是有夢想規劃嘅質疑。第二集老大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希望大家都歡歡喜喜、奉行本愛行嘅呢家家。奉行本行，就像你頭擺嘅節目咁樣嗬。第三集老大家小嘅係阿權妹以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看到呀主題就會想起劉夢出嘅阿權妹。等下怎亂啊？等下冇啊！先吹一下，吹下即刻出題嗬。第四集老太子家小嘅係肥傾呢。大家好，我係肥傾呢，我講到雙寶阿喵喵和個歐露露，我是會表唔下，唔講阿唔驚死，唔驚死嘅肥傾啊！等下嚟講，樣板唔驚死。最尾老太家小嘅係小鳳。哦，大家好，我係最希望我能在身體康健10年，好呀，人生冇按夾說句嘅小鳳。人生冇喺舒苦係最重要。咁啊，你家下要講到係死亡係一定會遇到嘅課題啦，課題。我樣板講咧，你講到死吼，大家都懂講，尤其係東方人講到，你不要跟我說死，尤其是什麼，因為高撇死的時節，大家講到死的時節就出到懂講，因為大家會驚死嘛，係講你對死後嘅世界有乜嘅想象咧？小鳳，其實呢個問題千難回答，因為我知道。蠻多時間冇咩嗬，我知道呀，按那事情就喺10多張位地。唔講嗱，真嘅唔係講10多張面對啊，唔可能。我先想係嘛，真嘅有人講死亡，然後天公嘅日頭，你唔知哪個會先到。係啊，人亡主天神降死嘛，係嘛，就難得都唔降嘛。不過我想講，呀，當人會降嘅時間會講，唔攀得。你邊啲生意咩嗬？我看變到為家庭啊、事業啦、嗬、生意嘅啦、嗬、為太啦，唔爭我享受哇卜卜，哇卜卜，係真係結束嘅，係啊，上到我都唔攀得，係冇？唔過我來講，呀基督徒對安呢事情嗬，很容易面對嘅，因為呀聖經上有講咩嗬，呀死咩嗬，係眾人的結局，哦，人都有一死。一定會面對到，不過也對基督徒來講，也結束咪嗬，係肉體上的終結。不過對其他靈魂來講，係新嘅開始。係啊，所以基督徒來講咪嗬，那係講死咪嗬，就是對主不夠信任。其實對宗教觀點方面有按嘅想法，但是你對呢個信仰哈冇信心，你就有一些嘅反而出家，係唔係？阿權冇老人分享下。其實講到死亡呢件事情，家下小鳳有講到基督徒嘅概念，唔過我媽媽係信佛教，古時候佢當接同我講，其實佛教有一個無常概念，就大家時時就要做好也無常嘅準備，可能等下就可能會有意外嘅發生，係講做啲無。係講佢講正經，係講正經嘅啦，大家要做好準備。衝真招啊！衝真招要教招係冇？韓國當我而咧就係6套輪迴，就係因為6套人係其中一套，人也套係唯一做得要判斷是非，韓國做得修行嘅，故做大家由輕來做人，就會好好做一類人，做好人做好事。前世無修，兩世就唔好世咯。故做你接上有人講係順好心，做好事，講好話，因為人生在世都係修行。頭擺我談講嗬，回傾是度過一件事情，本人對呢個人生很有希望、有動態嘅感想係冇？剛才我提一擺，就是覺得自己已經離死亡很近，真是動圈。因為擺我轉走動高速公路上面，我冉是看到前面一部車已經360度在打滑，係360度，可能我距離佢大概一兩公里有啦，可是因為速度很快，我看到佢安其實我自己心裡已經準備我要撞上去了。該東西是安英熊嘞，然後腦袋就一直好多
画面一直跑出马来，真的，因为你动家啦，但是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竟然打滑自己转到路肩。哦，对，所以那是该很爱体会是按加按的还会有跑马灯。有啦，还会有跑马灯啊，对呀，该东西只想到啊，还好双宝，我跟他一起长大，可能去按台和心理性灌毒和还不会挂念小孩嘛，所以可能去按台还是种好显声音呢台咧，佢可能做得照顧自家咧，所以我了下其實我是冇按僵事，知道自家事情要做到，所以我了下都會讓我自家講，因為從以前頭先講無常嘛，係啊，該是應該提白。感受到無常，係，所以我哋行嘅都讓我自家講，我係到50歲時候咧。哇，那只剩幾年？我都講出來啊！係啊，係啦，對啊，就是剩幾年這樣子啊。冇啦，還有30年，還有30。好啦，好啦。誒，你講堂弟飛行之餘，按你講，你有冇個上班咧？誒，做飛行上嘅動態。真嘅呢，上嘅動態。對西蒙亞嘅事情其實都冇想過，我一次都會吃到我去家可能會食到8人聲點喎。食到8個聲有啲踢我擺冇，我就說歡歡喜喜過成翻，我會過嚟當救人點喎。我說我對亞西蒙其實就係。我知道就係人生嘛，唔會乜嘅負面的想法。我說對於甜筒啊、天用啊，我像啲甜筒，我就我知道我聽說我送甜筒，因為我想我去嘅運動啊、蛋糕啊，嚟挑來挑去，我知道都歡喜。運動甜筒強。我說對天用啊，我就會知道一下就唔可以做壞事，韓國啊、天用啊嚟少做一啲嘅大眾食嘅東西啊，有啲嘅事情，因為有韓國啦，係講夏天用嗬，就會大眾食嘅東西嘅發出用凍蟲嘅塊嘅，凍蟲嘅塊嘅本然食唔到東西凍乾苦，我說我就有愛用嘅熊熊。我說兩塊是鏈啊，兩塊是鏈，按用完了用蟲塊夾東西嚟食，給至於呢？我細細個時會驚死，就單純感覺講是非常得人驚嘅事情。不過我哋下很係驚死，係唔係因為我驚死，係因為我感覺生命係非常嘅珍貴。因為死係一轉眼嘅事情，有段時間真係冇辦法預料到，原來我忽然之間就死掉咧。故說我係講講有錢嘅事情，係父母才去做到嘅。不過我感覺家下沒有講輪迴呢件事，我沒感覺講嘅靈魂係一直係出嘅存在嘅，係。家滿睇家睇講，即個叫驚死嘛。如果你下講嘅時候，大家宗教、大家信仰都有即個禁忌嘅事情。唔即個會有冇對死亡有禁忌？係喺人嘅身上，有人對死亡，又係對乜嘅東西當禁忌，本當麻煩，當困擾，有冇依據？其實從我先前有講過，我父親我媽媽係佛教，故所其實喺同接啲父親會討論死亡呢件事情，甚至我爸爸媽媽會同我講，其實佢哋已經簽好那個器官捐贈同意書，也係講安寧療法的那個同意書，佢哋就會同我分享講，佢哋可能過身體以後想愛做乜嘅事情，乜嘅事情我哋同佢哋做好。嗰種我父親冇特別禁忌呢件事情。嘅父親呢，你有冇？我應該係愛自家。我自家唔會去講死亡呢件事情，我咪係自家寫好器官捐贈同意書，還有放棄急救同意書，所以全部都寫好。不過無限因多少對死亡還係有啲禁忌，一啲忌諱，所以我當記得我阿媽高興嘅時節啦，因高興都會愛該。屍體愛病體內下嘛，太黏細黏嘅含盲葉管所以細黏加下嘛。係，喺我當記得時，我冇辦法轉去看到佢最後一面，所以我轉去嘅時節，佢其實已經衰到體內，還是不會看到。佢個東西係看蓋那個也是像佛教蓋乜嘅氣嘅。好像是什麼往生被還是什麼那種東西，他開始知道阿媽，她之於我就是一個非常重要、動重要嘅應該是我冇辦法接受，我是老改良。簡單嘅往生被來獻開來，係，我是獻開來，他開始知道佢
因为佢离开我是我就在摸他，咩佢嘅头拿，头佢嘅面，然後佢講翻。可是我爸爸同我姑姑是非常重的接受我这个举动，因为佢舉動因為本阿媽就是冇辦法好好理解，所以。係啊，見到可能有機會。真緊吼，你對死亡吼，可能會有動到嘅禁忌。觀眾朋友，咩想下？你面對死亡嘅時候，用辦來面對，會有乜嘅禁忌咧？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。咩去參加嘅告別式咪好？我就講，爸，我想上廁所，我細細個，我爸咪講，我咩想咧？他就好啊，那你先去，我後去。這個不應報喜，爸爸用強啊！我韓講我老弟弟愛創業嘅，像我嘅爸爸媽媽啊，我阿姊啊，韓講我愛嘅，鄉下來出去了，然後錢後全部都發退。我要換批殺人，我知解釋。全部呢本來全部都發退按鈕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，講滿到禁忌嘅事情，佢理解你對死亡有禁忌嗎？其實我係做地冇乜禁忌啦，不過呢，有一班我送禮嘅時節嘅師太人吼，就非常嘅要緊呀禁忌，有一班我送禮呀，佢合尾吼就會細胞肚吼，不過師太人就講，哦，總唔得細胞啦，要3包，要2包啦，按用細胞吼不吉利啦吼，吉祥，嘿，冇吉祥，就之後啊細胞就肚後3包就會空的唔掂咯，嗰時我就想好啦，記得禁飲，我就想好啦，我買嘅3包啦。不過我就想，佢始終唔得，係講係絲順絲係冇啲嘛，係啊。順絲咩係絲咩？冇唔錯。古時有順絲就會是有個禁忌，對頭擺到你下做啲改變嗬，看你用擺去想係咪？小鳳，小到按嚟做嘛？哦，我本身冇乜嘅禁忌啦，唔過我做佛教嘅師太人嘅吼，就真件動到啦。從去參加嘅舞獅告別式有冇？從我阿爸就會同注意講，總唔得啲機用時吼，約講你下禮拜來叫來食飯啊，吼，又係來叫講爭來了，按你發，嘅爭來了，總唔得講，係啊，從有一擺咪吼，咩去參加嘅告別式咪吼，我就講，爸，我想上廁所，我細細個，我爸咪講，我咩想咧？他就好啊，那你先去，我後去。這個不應報喜，爸爸用強啊！係啊，還有嘅去參加了，係咪好進步咪好？像阿媽嘅出世家下，家都冇細聲，唔敢接近阿媽嘅。哦。係，因為小孩還小啊，佢家就知道講一定要生細細，長做得。嗰還有沃卡食飯家下，總唔得快出隻插在那個飯上面。然後還有講，有一擺公園家下面吼，因為我屋企係做水田鴨子，古時候我有火柴，哦，然後公園我去拜年嘛，就坐火柴，佢講好啊，我坐喺度當好教，像碰車用嘅，碰車我爸就馬上平啊落去，馬上要平啊來。古時候唔好係講，安尼問題有影響多冇啊？我所以對我細細影響真大呢。從細本件平到拍。真係禁忌有冇睇之前同佢禁忌嗬？唔過嘅消防之嘅試改啦，嘅年之嘅問題嗬，強人大嗬。唔過一下就動到嘅禁忌，其實老嘅強隱私，然後諧音動態關於台灣人真係動講咧同音字，嘛嘅死老死啊，講翻要講嘛嘅地方，會知道到底做嘛該要按到嘅禁忌。唔過你係問大家係用辦來面對死亡嘅事情，假使本醫生嚟先講你有得到一個確診，無法度治療到好嘅確診，因為現在好來給急切來給治療，可能沒有辦法做到最好，但是會積極治療嘛。還係先講某愛就按嚟就好，慢慢來享受愛最美嘅人生，我用辦來先咧。我一開始我完全唔相信嘅，嗰時我就一直問講真嘅冇機會冇，真嘅冇機會冇，但係還有一系列機會，我就會繼續做治療。不過我經常講真嘅冇救咧，我就會想算咧，就冇治療，就存下嘅時間就好好做我想去做嘅事情。係。不過嘅問題就係你最後的人生有一點點自主能力，這樣做得係冇？冇錯，你係非常嘅聰明，就係講，那係我已經冇辦法自主放到幾片戲咧。嘿，那就真的
就算了啦。给你讲哦，我聽所謂風氣治治療啦，吼，因為喺這年來都世界風啊，就係向素人生啊，韓國你已經得到絕症了，故說一年當中，你聽所謂好向素人生啊，像我做乜嘅就夾來去做，3萬來去高成方嘅，知道按樣心情啊，每做得影響到病情，冇聽說你係病情，因為心情就是好了一點嘛，係啊，咩有可能係個規矩用辦來面對呢個事情呢？是空用去盤是去盤嘛，做誰是做誰，唔會有嘛個積極治療啦，是按照醫生給的步驟來應手的，唔會從有的人可能會去啊要找什麼偏方啊，還是用辦啊，所以應該咪唔會。你叫咩強用？也沒強用，因為我知道其實有當到自己的治療都係當上年紀，可能就冇辦法冇力去做其他嘅事情，嗰種我想會留我嘅年紀留定做我想會做嘅事情。我想要皮嘅人，因為我所以到醫院可能我自家當辛苦，照顧我嘅人唔係當辛苦。做兩個照顧那個長照治療，咩係兩下懂事行嘅法庭，怎麼樣照顧這個絕症的病人，咩係一個懂辛苦嘅事情哦。這個有冇面對這個得到了切診嘅事情？真件真難講啦，因為講。因為忙得到嘛，咩啊？沒忙多哦，沒唔愛多，嘿。因為來說安尼事情，你都知道是不治之症了。你講不愛講會不會積極治療？愛不愛？你講愛唔會強勢，還是希望可以爭取更多的時間啦。哦。唔過剛才又講啊，又很怕拖垮家裡人。係啊，講長照的那個問題，故說很難拿捏。唔過愛不愛社會嘿，我為什麼想要爭取更多的時間？因為也無卡太細事情就愛在附近，啊那愛那喺這。阿媽在附近，係冇？嗰種平常是聽獎幾條嘅，係冇？總唔係聽獎係嘛？我咩時候係聽獎？我做呢位好好交代啊！我根本都用獎拜拜啊！對嘅，就真的很兩難呐。想要爭取更多時間，都在喺好也喺唔好，還會拖垮家人。嗰種會驚嘛？我唔過聽講有嘅故事分大家分享，特別都個一個阿公老阿婆過身。係啊，因為而家講聽獎咩嗬？從嚟講嚟做起就爺爺，佢照家下嘅奶奶就講啊。你啊成人咩吼？我不管去哪，去奧多拜也係你最愛，吼，也係你視察嘅最愛。佢完全唔曉去奧多拜，咱係獎都安尼啊！你肯講走就走，講退就退咧，係啊，硬用夾實，係啊。真嘅。啊，你做起嘅奶奶啦，已經70幾歲，快80歲了啦。嗰時候，你人生有世界，唔係自家強勢吼，係自家駕駛正經走退，你順好人，按用駕駛。第一個想到一定唔係自家，係順好人，按用駕駛嘛。兩下就問太解嘅假設性問題，就係講，研究家講的駕駛醫生啦，人講，人嘅壽命長存1年咯，你嘅2年用用辦來規劃人嘅人生嘅阿權冇？其實我知道第一件會做嘅事情，第一重要嘅事情就係留，哎呦，我留我知道。叫我係冇。重要嘅人全部就愛見到面，然後感謝同遺憾全部就講出來，也當重要。你話似無限咧？係，當然有啲係無限嘅。重要嘅人全部都會見一遍。韓國第一嘅係因為我爸媽媽當上強，跟我又穿唔拉到，故從我想去穿一條錢帶佢阿條出國了。第1年當中，希望佢阿條。冇對自家安上，韓國第3個就係我想我一下啲嘅考秘書嘅證照，懂厲害咧！我想我考40工廠，我想我潛落去。跟很多資深潛水員。對，我想我潛40工廠去看海底冇共用嘅風景。去驗體色。準備做啲驗體色啦，咩做順山驗一下。嗰時候你知道，人嘅人生係做一啲咧，即咁2下忙做到嘅事情係冇？幾你講咯？我去家就聽說想愛環遊世界啦，韓國我老帶啲我重要嘅人，像我嘅爸爸媽媽啊，我阿姊啊，韓國我愛嘅人，向下來出去了，然後前後全部都發帖。我條本批曬嘅，我即刻要睇。全部嘅本嘅全部都發帖應用。我聽呢咧就係我想愛搶我嘅好朋友，也係朋友吼，是一傳。搶就知道佢有當翻去佢願意做我嘅朋友啦。第3個就係行開去當夢想嘅學校啊，國家嘅學校嚟去學習，嚟呢啲國家都係朋友啦。佢第4就係愛好愛愛成功嘅人，然後佢就做伴。第5咧，我咩希望做啲
刺激的挑战，刺激做一条刺激的事情，也系跳伞啊，也系高空弹跳一样的东西。哇，当电影讲的真嘅唔敢做。阿志呢？春日年用改善。春日年我第一件事情就去英国旅行，因为呢，细细个时间我贵重的时候有去过，不过我感觉这种是挺细的，唔伫英国暗讲，唔伫看嗰只历史啊，还有建筑嘅文化。古时我哋下睇，古时我想去看那嘅英国用心去体会啊。嘅第二件事情，我想嘅將嘅做事呢，有啲停下來，有啲時間批判嘅家人，因為呢，你哋下做事挺無閒，古時做啲批判佢哋食飯啊，咁最平常嘅事情就係最美好嘅事情。嘅第三件事情，我想去拍隻細細嘅個人演唱會。個人演唱會。因為以前做歌手係我非常久以前嘅夢想，古時我希望來聽嘅人係真正喜歡我嘅聲音，好像真正愛我嘅人來聽。還有輕鬆有嘅，我帶我嘅舞客人唱下去旅行。哦，大家都想到舞客人。我剛才講到係日夜假使，以前講你天公你就會走睇，就從24點鐘，那24點鐘用辦來安排咧，阿 Kim。我可能還係空樣，即係做事是做事，投訴是投訴，唔會有乜嘅體態嘅改變，因為我是都做得平靜，是像頭先以前講，平靜的離開，該應該離開對我來講好做得接受，因為我記得，我細細個時就去唱歌，特別我去給我下了解是即其實為到發源地度看愛了，還其實東西館做一張搖椅，他就會搖，其實為看愛了，看愛搞，還該份愛是當記得，我想佢看愛搞，佢衰脫咧。我是想講，既然佢衰脫咧啦，我是繼續搞到我忝咧，我就落去簽台語，然後佢講，然後冇客人講，你從講到我唔衰脫，喊嗰種是衰脫咧，我係成年的嘛，我是想講佢衰脫，其實佢已經就是走了，很好呢，係，所以我應該離開，我是都哇好平靜，就係同安詳嘅歷史嘅感覺。你講咯，從24點鐘嘅時間。我就希望老外嘅舞客嘅人吼，迄個講嘅素材。用就老去講，監察佢哋發啊，佢哋會可能有陣時對佢哋排泄嘅反應，就老去講清楚，咩監察佢哋，都按用照顧愛啦，後面嘅就按用點點嘅就屍體。你問緊人哋好笑，到後尾有啲好笑，感覺就會安詳的死掉啦。阿志英用辦安排人生最每日夜。所以每個人因為時間清短，嗰時我想係我嘅家人、朋友、愛人全部，我感覺青春人全部來偏愛，全部過來，你強下去買我想去食嘅東西，然後你租嘅 DVD， 強下看天陽，大嘴。你可以租 DVD 冇按改呢？冇啦，就係強下看天陽啦，因為時間清短咧，嗰時你出去哪邊都會花時間啊，嗰時你就帶住強下本來好好看到，好好講法就清好咧。阿權妹喏，我咩係我會做到副卡片嘅爸爸媽媽，因為我係單單，我爸爸媽媽請我一陣冇嘢聽聽，故說我聽說我會批定家條，同家條做下多嘅心理建設，本家條唔會按艱苦安尼。哦，咩係一個當好嘅方式，我天公就要離開咯，你就準我去旅行是好嘅。小鳳喏，人生嘅最每日應用辦去面對佢，因為那最後一年我會想到講細年的學生，我可能會想我錄影片吧，錄很多未來的影片，你不要看起來很高興的。一些按我不喜歡。不係，就可能以後未來的生日啊、考試啊、畢業啊，可能留到嘅公司，應該會想我老佢講嘅發現，老佢錄起來，好，然後最後的時間當然就講無可能丟空好，大家一起相處、吃飯、聊聊天，最主要就講幫家裡人做心理建設。本身已經提供純音樂的，已經追悔莫及了，佢就冇乜嘅好笑嘅。不過我本身嘅提供，我們是怎麼愛你的？因為你可能冇機會好高級嘅，就可能在影片上要跟他講的話講。很多啦，就很多想講的話，終於一聽話有原則啊，人生要有規劃啊，做唔得做壞事情啊。做爸爸安用啊。係啦，係啦，就講我哋講，因為像我女兒哈，佢也很細嘛，我有陣時攞嚟交代講，
爸爸今日去做生冇出来哈，你要阿婆煮菜，你要帮他加油哦。哦，我听妈妈的话，我转一句就帮他讲，我有听妈妈的话哦，我有老阿婆加油哦。古时候我可能我老伊讲，爸爸可能会做生，哎，动九，咁样转来，他还小，他会信。能够可能要有影片去支撑他。大家嘅木子先收起来，冇跌下来哈。咁观众朋友们想下，人生到了下有乜嘅遗憾？假使天公因为本人判七个高撇式，我用办嚟安排咧，等下再来继续来讲了。我自身會知道老外向下嚟聰明咯。你冇上愛啦！因為我生活其實係不大哈。等下，你想講人家自尊的心情嘛？係啊，你講到幾大家有個起碼該關公像啊，我就福德正神的呀。大家起碼該哦，你阿婆啦，我還會設計他帶你下地位啦。帶你小物啦，帶你小物有。帶嘅五神阿婆，係咯，收定，送一扎。好，歡迎轉到後生太上嘅節目現場，兩下老大家討論用辦來處理、用辦來規劃這個高撇式。不過講兩個之前，有啲數據一本大家啲嘅是係吼，喺啲台灣啊，到2015年為止吼，台灣嘅火葬率高達咧95.6%，算係火化率前高嘅國家吼。除咗咧火葬以外，台灣呢幾年吼，緊推行嘅環保葬，對民國92年到今年，有16年按度，到台北啊，包含嘅蘇倉、七福倉，幾件有13700按度，其實上到今年按度吼，我大家有考慮過這個高撇式，還有這個遺體，我用辦處理嘛？至於因為大家條件就講，但有夢想係有規劃咧。古上嘅個高撇式，我希望呢，地背度嘅有水紅色，還有吊彩色，還有白色嘅花誒。哎呦，好夢幻！要裝飾，係因為我嘅高撇式就有台檔，古時候就有台下，喺台下呢種嘅位就會留本藝。最動昂嘅啥？最動昂嘅啥？一開始高撇式開始嘅時就會變嘅歌曲就會 You Raise Me Up。等下，那個高撇式在旁邊講定一下 You Raise Me Up。沒有，就係你叫我起床的概念。因為呢來參加嘅就係親朋好朋友嘛。嗰時候前提講記得你來嘅時候就會13年會拿1期發嘅，跟 You Raise Me Up 係顯本記得嘅，因為係感謝記得 Raise Me Up 本來神作，變成愛用嘅政治漢做嘅嘅政治意啦。係後來呢，除咗高撇式，我希望會有投影可能就不用我以前有翕過嘅片嘅啊，係我嘅作品啦。佢結束了後呢，大家看過那之後呢，就對將嘅花啊，變到我嘅 V 嘅要獻花嘛，表演結束了，係嗰時候就謝幕了。最後我變 Time to say goodbye。Time to say goodbye。跟你想講用辦來處理這個遺體？我想我火化，因為呢火化我感覺較強力較假，還有呢火化退了後呢，就將我嘅撒到那個海底背度。我希望現在較強力嘅海啦。唔講唔撒飛下去，嘅海就變無奧。唔好呀，我就沉下去呀，係冇。係因為我細細嘅夢想就係做美人魚啊，嗰種我死退了後，變到海底背度出去游啊游啊，係。嘅海底游，我真係唔知愛笑就係愛笑。跟小朋友想講這個高撇式，還有這個遺體，要用來處理嘛？我就用係拍影片。一樣拍影片，我拍影片可能我講很感謝啊，哦，大家來參加我嘅告別式，哈，我無以回報啦，哦，假使你們我回報沒做得，好，我們晚上見嘍。好啦，個影片呢用意就講緩解現場尷尬的氣氛，係啊，剛剛講用乜嘅風聲，還知道佢用係火化啦，係啊，就火化，然後做得用嗰啲咩哈？器官啊，要就拿去用啦。雖然講可能多時間都得用嘅，也不多了啦。不然冇半年咩啦，用挨就半年咩。最後收到一些個呢咩嗬，也塔位當貴呢。係啊，講講買唔起咩嗬，蝙蝠卡都沒做得啦。你咪新嘅方法嘛，蝙蝠卡都嗬，蝙蝠卡應可能會強嘅。蝙蝠卡應可以拜拜啊。
家公园大扫除，刚被标出来。然后因为有一罐 T 恤，哎，黑不黑垃圾？哎，老跳得好嘞，叫做安尼跳得。跟你讲，用板来处理这个审核的事情哦。我希望我高配生呢，係非常歡喜嘅高配生，就係大家營業從嘅事前就先拿到伊個結果嘅，韓國啲結果聽說愛比嘅哦，你不會裝氦氣。冇錯，幾種結果嘅，幾結果嘅呢蛋糕呢就愛下定愛到貼擺顏色，很用白嘅顏色嘅，韓國市民想愛對愛購買發。韓國愛音控呢，就會開始強化標音樂，標一標全部比上去都蛋糕，然後看到愛啲甜筒啲高啲結果，後面呢愛遺體呢就會分做，因為火花啦，愛分做一般啦，一般呢就係愛就沙嘅太海地度，飛到太海，做嚟做牌啦，係呢啲潮嚟潮去啦嗬。你嗱我一般呢愛就想愛變成去給它留下來，本來嘅子孫，希望啊。本意帶天去做嘅。係本記就帶天。一般潮水，一般帶天。本來子孫帶天啊，本來嘅子孫會吃到老愛強下來聰明咯。你都冇上愛啦，因為愛上本記喺地不大哈。等下，你想講人家子孫嘅心情。係啊，你講人家帶有個黑馬街關公像啊，無就福德正神嘅啊，帶黑馬街哦，人阿婆啦，阿婆喺背啊。我啱啱設計卡帶你下地位啦。站你小哎呀，帶你小五有，帶嘅係五神阿婆，係嘛？做得送一扎。跟一個用完來處理這個審核事嘛。每同小朋友希望大家看愛當好笑嘅樣片，韓國希望大家好做得老人身體好做得用嘅素材咩拿去用啊，純嘅東西我希望咩係孵化體我也還有談過一種新嘅方法，做得做飾品。哦，骨頭塊，然後佢攞到當腰，就做得做像係戒指啊，也係個拍鏈啊，做得老骨頭抹，做得做其他嘅東西。做得咩做得留念，你做得做緊那個。哎，你沒聽好呢？修個小狗骨灰你做得啦。對，佢愛用嘅較好啊。可能比佢帶天行得好些。一隻東西送本去掉啦。冇，阿肥見啊，用辦嚟處理自家嘅信號嘅事情呢？應該都是強硬他啊、吸盤啊、打嘴鼓啊、還伴奏，做得啊，因為他冇修理啦。是大家強下因吸盤啊、和打嘴鼓啊、聊天啊、講頭白嘅事情啊，唔好太悲傷，一點點悲傷之後咧，係，還講係自己的屍體怎麼處理係嘛？一定會火化嘛，火化就環保嘛，哈，和火化療是係我其實想要讓阿媽一起就是阿媽是植葬，植物葬，係，骨灰啊係撈泥土，撈奶夾強，係撈奶夾強下，和該到奶骨灰就變成養分，然後都該當為草皮呀、樹啊、小花。所以我想話媽媽吃到咩以後嗬，係。如果家講到按到嗬，喺人生當中，天窗會有遺憾咧出生嘛，一定會有人生有圓滿，也會有遺憾。假使親戚或朋友離開你身邊的時間，會唔會有吃到？哎，怎麼他就突然這樣子走了？是不是有什麼話冇留佢講，剛才有按的事情？小鳳，也講嘅就係。戲劇學院啊，頭擺客家戲曲一位劉老師，因為嗰樣是佢教你聲音嘅咩嚇，佢教嘅東西當難，就係你去咩嚇，連半桶水就冇嘅學生嘅來講，教唔清楚佢教嘅東西有乜嘅用意。後來這樣提供，佢嗰樣是身體就都冇鬆快，已經都有定期在做化療了。佢是為了要把好的東西交給學生啊。求好心切啦，不過公司猜小孩子不懂啦，然後他也以後這樣提供給搞的東西，嘿，這麼的好，那麼的重要，那麼的想學，以後都學不到，哎呀，他而且佢這樣子嘿，忍着病痛在教我們，小孩不知道好，然後熊瑤有點追悔莫及，那種想跟老師說，你真的很棒，你真的很好，哎呀，最後的時間還在花在。教育人才嘅，真的，係啊，呢個老師真的很棒。用設計日常嘅最美嘅時光，係我想我每教育嘅付出去設計嘅身體，付出設計嘅心力，
真的是很棒的老师。哎，真嘅，怡權哦。其實我身邊當做高身體嘅親人，其實冇當到，唯一咧我身邊咧我家公親做高身體，因為其實我阿公阿婆家公我常看過我家公聽聽，我家公對我8歲嘅時節高身，其實嗰陣時我對我家公嘅印象冇當真，不過。就啲講，我家公一場戲，讓我一個世界，我坦白可能冇辦法看到佢。故說我有時是本夢，會想到我家公。不過我也還有一些 healthy 嘅係，我知道我同佢相處嘅時間唔拉多。對，我冇好好記得我同我家公相處嘅樣嘅。對。幾理解哦。其實係豐富嘅事情。我以前強用就係家公啦，因為嗰時間我很細東西，我看到家公其實會驚，因為佢面當粗一啲嘛，係當哦，唔過佢大半我就上到花蓮啊，因為我咧家公喺屋下嘛，佢都會做成點點嘅去市場查，然後 Andy 向下去買走，佢都唔會，然後 Andy 講向下嘅時就唔會按樣講就點點嘅標到做檔，係本來就識。韓國有一班我記得，我老家公咧，就向下去嘅雜貨店，係，基本冇老我講，你家向下來去冇，他就抓着我去，去電市場查，就冇老我講法我唔知，做乜嘅佢冇想老我講法，因為嗰時我很細，咩唔會老佢講買翻嚟啲冇，故所後面嘅我咩冇老家公有非常多嘅接觸技術高深嘅，但就知道有點遺憾啊，因為我記得細個時我有老我嘅阿妹。講過，我冇想喺老家公向下講法，因為我做佢當惡人啲嘛，唔敢攞佢講法啦。故所我就有啲遺憾，就咩當想老佢講，我知道也係嘢當好家公，因為大擺早晨啊，都會點點去買東西俾我食，對我哋好。雖然都冇講法，不過我習慣都知曉佢係嘢當好嘅家公。真嘅，就係讓人遺憾啦。斯坦人接上頭擺可能數到頭擺像家公可能係日本教育出世嘅嘛，可能記得教育就係講不會把愛放在嘴上，你不用到習慣就講哦。愛通下愛自家子孫，通下自家嘅孫悟嘅方式就愛點點做，好，愛老人吐去插貨店，我愛冇講，愛出只感義，唔過咧係斯坦人對斯世人嘅一種照顧，一種嘅關愛。唔過你人吼對面對身邊人離開嘅時節，到底會有乜嘅想法咧？你哋下閒聊下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。宋寶鸞有一擺佢問我講。媽媽，為什麼喵喵跟歐露露都一直跟着你？我講，那你要記住哦，喵喵跟歐露露就是會跟着媽媽，所以以後媽媽如果先離開了，就是有喵喵跟歐露露的地方就有媽媽。所以，我愛當心夢我嘅聲音呢，是係因為佢當我學到當到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嗬，咁問到大家身邊哪三人嘅過身嘅時間，知道有遺憾，你下存質疑嘛過度嘛？身邊哪三人過身嘅時間，知道有同嘅遺憾，冇把佢話攞佢講到嗬，有冇？有，就會我嘅阿公。我嘅阿公，哦，佢所叫嘅係冇，哎呦，係忙，先數定。因為我嘅阿公離開嘅時節。你喺厝嘅國外，唔喺厝嘅台灣。故說我嗰陣時係回到台灣爭啲講，原來佢已經離開咧。因為佢真嘅以前身體都情況欠啦，然後後來有對報片嘅時，佢係老嚟講，講乜嘅？佢就講志毅啊，你唔是講我會知道 Q 是誰？嘿，就講我都有痴心。那就說，至於該，那就說你會有可能，你就按樣離開咧。後來因為我喺畢業16年了後，長老阿公嘅感情又較好，因為以前佢就其實唔中意我做表演，後來慢慢嘅佢就都會接受咧。我還記得，佢之前身體還唔好嘅時，就冇辦法聽筒，就抽電，我就本佢看我表演嘅相片，佢就講我自己情好，我就感覺講，用情好。講有嘅點嘅
几10年感觉嘛？我迄请感谢讲，因为伊之前我过生前1年，伊有向我讲做地主持伊个生意个台书嘛，我就讲做地啊，我说我就得会庆幸讲哦，好改才我有主持家个生意，所以一开始迄我请无上爱啦。不过我了他就感觉讲，青岛个事情就付唔差。为到去，因为我亲上我本佢看到讲，我要成功啊，系要做好佢想我做嘅事情。希望阿公出个天道未做得看到。给子瑜一个鼓励一下。其实我也知道吼，你离开嘅不管係亲朋也係好友，佢都清楚接受到你嘅心意啦，你對佢嘅懷念，佢當然未接受得到。不過，你下問題假是假使人嘅情況，你下限在嘅親朋好朋友吼，親戚好朋友，假使佢天公人家向人家，佢愛離開嘅世界，你會知道會老伊講嘛嘅，會老伊講哦是夢兒，會老伊講將來了。喺老伊排泄，然後講愛慕老人講愛愛你，你會知道，老伊講嘛嘅老萬人講兩條花咯，附近。我知道做媽媽呢件事情，本來要動到，從來是唔是獨個嘅事情，對，喺我最記得是係，宋寶蘭有一擺佢問我講，媽媽為什麼喵喵跟歐露露都一直跟着你？那是恩基讲，我讲，那你要记住哦，喵喵跟欧露露就是会跟着妈妈，所以以后妈妈如果先离开了，就是有喵喵跟欧露露的地方就有妈妈，所以，我爱动心梦我个声音呢，是系因为佢当我学到动到，所以系我真正离开咧，我知道。主要感謝嘅，其實係聲音啦。主要感謝自己嘅聲音，帶給人人生嘅酸甜苦辣。跟小鳳，所以老萬人講嘛緊哦。人家沒講啊，講那聲音安辛苦嘛。然後他一直很愧疚，來二哥啊，就是跟我是胎位不正。他講，這是時代的一個悲劇，不要再自責，係啊，就講假使講我離開，並阿妹較早離開，本佢了解安尼。個假使講我嘅精神狀況很周到，就可以再幫小孩洗一次澡，跟他玩。最後一天我講嘅就係帶我老婆，可能再個轉去。比較有回憶的地方走一走，最主要係我要去做心理建設啦，因為有時是這有條人較輕鬆，留下來人較艱苦，較辛苦，那該都變成他扛啊，講也要給他增加信心啊，係啊，就咁。給你講，你想老母扛人也喺身邊嘅，買哪個好朋友講嘛個花？係講係白髮人，有以後可能係白髮人送黑髮人嘅花，送愛嘅花，我就當上嘅老愛不行人，還有愛愛嘅人講，就真人同非常嘅感謝佢哋啲愛嘅生活，本來也一生當中啊都非常嘅歡喜，我知道我啲啊一生當中要好好珍惜我自己嘅人生，給你哋咩愛記得愛。自家嚟珍惜你哋嘅人生，故說咩當歡喜，我都也喺世界遇到一條嘅朋友，一條嘅壞人。就算你離開，你還係會喺天堂繼續看見世界。冇唔錯，肯定一樣。好啦，嘅阿權妹，我老乜聲音講乜解法？其實我知道我根本有要個機會做得同。我愛嘅人講嘢地方，我知道同好，因為我就會想我同我爸爸媽媽講，因為佢兩三唱我一陣冇嘢聽聽。佢阿條當年歲下太嘢真有愛，還個有唱一陣，故說佢阿條真認同相愛愛，含細個時節，嗰陣時可能3歲，含當超哦 VIP， 因為嗰陣時就唔好食飯，就警告。唔過我爸爸就會，可能冇食飯，佢就會帶一隻 Kindle，我就做一下仰臥起坐，佢表演一下我張食一。
后饭，迄安尼以后吃眼嘅呀，他这样有伤到眼皮。韩国虽然我同我爸爸冇按到法讲，因为我同我妈妈就係叽哩嘎啦見講法，不過其實我對我爸爸對我嘅愛護係當到嘅，佢當然早晨就做早餐俾我食，然後我啲台北佢哋都關心我做乜嘅衫褲，佢全部就會問我。韓國就係我媽媽佢係咧要當到興趣嘅人，唔講佢為到我，佢冇做任何嘅工作，佢就係全職媽媽。全職媽媽，佢就偏愛睇，嗰時候雖然我係單地，唔過我知道我就有一個盼嘅感覺，佢就更偏愛睇，嗰時候我當什麼我爸爸媽媽更偏愛，韓國叫我向愛，然後當我愛睇。不過你真見嗬，你向你睇嘅人，你最都唔掉嘅時候就自家離開，又係照顧人離開嘅時候就會有一種心情，就係講，情感度青島化嚟講，不管係感謝、什麼，又係排泄，就會青島化老佢講，佢自然最想嘅老乜嘅人講乜嘅話。我冇最想講嘅，因為我大家都想嚟講。不多唔得。因為我跟我先老嘅阿婆講法吼，因為我嘅阿婆我感覺佢比我較健康，因為阿公離開了後，我感覺佢比我較厲害啦，比我較樂觀啦。佢阿婆我想老佢講，雖然平常時佢就冇乜嘅講法，喺本對戇儂啦，係唔過我感覺佢係自己屋企裡最善良嘅，最溫柔嘅，因為大家都自己屋企等來講，自己愛用事唔是做事啊，做得平愛吃飯啊，係佢爸爸因為細嘅時就老爸爸在鄉下，故說爸爸因為細來老細妹嘅關係，故說就會有啲距離。故說，我咪想喺老佢講非常感謝佢對我安排啦，因為以前細來唔點樣辦對細妹人嘛，係後來佢自家睇老嘅咩需要人照顧，唔過佢就大概就冇講，故說咪希望佢做得老人哋講佢需要乜嘅東西，人哋做得照顧佢，係我嘅媽媽因為細嘅就冇帶鄉家屋企，唔過我哋講我老人哋嘅生意都係佢。心頭肉，媽媽每週說我們是他的心頭肉啦。佢以前我講到佢就會叫，因為我就唔盼得佢強，故說我希望佢做得做自家歡喜嘅事情。還有我最愛嘅姐姐就係我非常信任嘅人，我感覺講每件事情都做得本機處理就好了，故說我希望這個做得過來真幸福。嘿，佢弟弟其實老小鳳嘅弟弟強用啦，故說我哥哥用，故說我希望弟弟就快樂啦。以前我親老公會問佢，我嘅弟弟會愛用型，嘿，你阿下我親感謝佢，因為我講佢就會天使。就會本佢講，乜件事情都做得少就好咧。故說，因為佢嘅性格可能就樂先，無煩無惱。係，故說就希望佢康康健健，有人照顧，安樣我就放心咧。佢最尾有愛老朋友講嘛，咁。係啊，就愛你哋啊，安樣就好咧。好啦，其實吼，你就接上會講到吼，死亡老生順，唔過咧生順係日常嘅想法，唔過死亡咩係日常嘅想法，他要有認識那個主題嘛，有知道這個意思嘛，就會講，你接上去關心到，出世當跳，唔過接上去唔記得死亡係人生當重要的一部分，用擺來學習面對死亡係你一直以來都愛學習嘅部分，大家要知死亡唔係結束，係另外一段開始。下個禮拜繼續愛收看《後生太上工》，你將來了。